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女貓手帖，帶你直擊我哋4月喺富士山周邊歷時5日嘅自備露營之旅。今次坐香港快運，晚上8點機放工就出發。我哋今次從香港帶咗50千克裝備嚟富士山周邊露營嘅。今日富士山露營第一日，一出發就遇到4月飛雪，真係意想不到。第一站，先衝去 DCM 補給，準備對抗寒冷嘅天氣。鋪頭好多露營用品，非常齊全。今日最主要就係準備買對抗寒冷嘅用品。隔離有間超級市場可以購買今晚嘅食物。喺日本超市買和牛價錢非常之超值。到達營地，而家雨終於細返好多，剩返啲雨粉。啱啱好櫻花都開咗，地下都冇雪啦，算係好幸運咯。喺微微細雨中搭帳篷嘅，雖然有啲濕咁，但係都係值得㗎。搭完帳篷咧，又開始落雨啦，我哋開始預備今晚個晚餐咯。呢度有個好方便嘅地方咧，就係可以加啲錢提供電源啦。店員好好，仲借咗拖板俾我哋。如果住4晚露營，要安排電都係好重要事。今年富士山周邊櫻花遲咗開，呢個營地周邊同樣都未開始開花。好彩我哋隔離咧開咗2棵啦，喺櫻花襯托底下都好靚㗎。今日都係得2組人，感覺非常之寧靜。我覺得營地呢個位係最好。感覺範圍係最大，隔離有櫻花樹。如果大家有興趣，記住係9號營地。今晚晚餐係壽喜燒，寒冷天氣食火鍋係最暖心嘅。食完晚飯，預備洗碗同沖涼。服務站都有少量物品可選購，好貼心，全部自助購買。呢房即係雖然有啲歷史，但係整體都係好整潔，熱水源源不絕，仲可以2人一齊沖涼嘅，唔使等待。一覺瞓到大天光，好好瞓，可能太攰啦。好溫馨提示啦，大家記得買多啲暖包，夜晚瞓覺用都幾頂得凍噶啦。上晝終於都停咗雨，可以公園散散步。預備食早餐啦，喺櫻花樹下食早餐已經好滿足咗啦。食完早餐啦，懷住不捨心情要離開呢營地。今次櫻花樹下嘅早餐係我哋今次旅程最難忘嘅回憶之一。希望大家同我哋一樣感受到呢份春天嘅幸福感。預備往下一站營地出發。中途經過天婦羅店鋪啦，食完午餐再往營地，呢度有免費停車場嘅。食
食完午餐，出發今日營地。今日落大雨。哇！啲雨突然咁大嘅，唔得啦唔得啦，要同場暴雨鬥快先得。成功搭完營，雖然全身濕透，但係總算有個安樂窩。全身濕咗真係非常之寒冷㗎，搭完營呢，即刻要沖個熱水浴，舒服好多。終於度過咗狼狽嘅一日。個地真係好濕，好彩帶咗行軍床啊！全晚冇停過雨，早上見細雨啲，立即拆營，預備下個旅程。本來呢個位置可以睇到好大個富士山，下次再嚟過啦。食完美味早餐就出發去下個地方。我覺得下大雨一開始覺得好麻煩，又濕又狼狽，但係當你成功搭營，坐定定，聽住雨聲，食住個熱辣辣火鍋，先發現同大自然共處嘅感覺，先係露營最珍貴嘅部分。下一站係另外一個營地嘅，天氣報告話下晝終於停雨啦。我哋先去浴場浸溫泉，享受暖湯。呢間名係天母之湯，價錢好實惠，1小時都係410日元。我哋揀咗3個鐘730日元，超值。內裏環境係非常之整潔啦，可能唔係繁忙時間，同樣都係冇人。內裏係露天溫泉啦，風景好靚啊！到達田冠湖營地停車場，呢個營地呢係唔可以駕駛車入營地，要停喺停車場。首先去服務站登記，今次入住係3900日元。喺日本露營真係超值，價錢實惠，環境真係好靚，地方都好整潔。深深體會到日本露營文化真係好守規律，晚上9點後就已經非常清靜。鋪頭裏邊呢都有好多食物及用品可購買，我喺呢度買咗2支鮮奶，好好味。呢度都開咗啲櫻花㗎喇。可以借用手推車將露營用品送入營地，有手推車，方便好多。我哋選擇咗 A 號場，最貼近湖邊嘅地方。我覺得呢位置係最靚，可以對住湖邊睇到山嘅倒影。入夜開始大霧啦，雖然睇唔到星空有啲可惜，但係呢種朦朧美真係好有詩意。個湖而家好似披咗層薄紗，神秘得嚟又好靚。今日營地都係好少人，好清靜。搭好個營，係時候休息一陣，預備今晚嘅晚餐。7點鐘開始食晚餐，預備9點前休息。琴晚9點，我哋已經入睡，係完全嘅寧靜。喺香港好少咁早瞓覺，但係喺呢個環境下面，個身體自然就跟住個節奏慢落嚟。
早上起身見到富士山出嚟啦，感覺好療愈。呢個就係我哋今朝一早嘅田冠湖嘅周邊風景。我覺得呢個營地係最靚，有湖、有富士山、有草地，完美。今日係比較大風，湖面唔夠平靜，睇唔到翼富士。希望大家下次嚟到可以見到。開始預備今日早餐。係時候要離開，要去下一個營地。喺揸車途中往浩音營地，沿路都會見到富士山。到達最後一個最期待嘅浩音露營場，我哋加咗啲費用，揀咗聽日延遲退房方案。我哋訂咗12點到達營地，時間啱啱好，可以揀海邊位置。今日可以睇到成個富士山，期待已久嘅畫面終於出現啦！當日呢非常之大風，所以一定要拉好全部營繩。要好好享受呢個時刻，今晚可以睇到好多星星。一早起身，終於睇到成個翼富士。經歷過落雪、暴雨同大霧，我哋終於等到呢個完美嘅清晨。呢個早晨，我哋會永遠記住浩音，多謝你俾我哋嘅禮物。終於都嚟到要離開嘅時刻啦！呢5日嘅富士山周邊露營，我哋經歷咗4季嘅天氣，由風雪走到天晴。原來最美嘅風景真係要經歷過先會珍惜。多謝大家同我哋一齊經歷呢個難忘旅程。你哋每一個留言同支持都係我哋繼續分享嘅動力。記得訂閱女貓手貼，開啟小鈴鐺。我哋下個旅程再見。